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7个境外病例，2例本土病例拢是居家隔离的时阵验到的，目前过来疫情已经有学登好咯。国际原物料大起，行政院提出6大措施，进口的番麦、黄豆佮麦仔免扣营业税，今仔的汽柴油嘛拢落价。过年休困11天的台湾股市，因为美国股市起将近800点，今仔台股一开盘就起，最后起超过225点，收伫17900点。新闻车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47个境外病例，有2例本土病例，这2例拢是伫居家隔离的时阵，本地验是阴性，后来搁验就验到病毒。目前咱国内已经冒黑登好咯。指挥中心宣布讲，2月7日到2月28，搁继续维持2级警戒，春节检疫方案嘛到2月28哦。另外，伊讲的专案2月15开始有新的措施，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是2例，那境外移入是47例。这个本土的病例2例都是居隔阴转阳的案例。过年到现在，目前情况看起来整体的疫情都稳定，并没有新增的一些传播的链。我们现在维持2级警戒，那不过这次维持2级警戒，我们就直接拉到2月28日。原来这些相关的社区防疫的措施都没有变。那至于春节检疫的专案，也配合延长到2月28日，自今年2月15号起，那我们取消第1阶段的积分制的引进方式，那同时也接续启动第2阶段的移工专案引进的规划。那雇主可以直接从印尼、越南、菲律宾及泰国，都可以来引进移工。那第一点，我们移工入境前，那这一次必须要都能够完全接种疫苗。那移工必须在防疫旅馆里面要完成14天的集中检疫。今仔开工，高雄港是全港设真侪个体检站哦，这2天出嚟的人拢爱体检，因为昨有一个放假的话着病，高雄市政府嘛，甲所有放假的拢叫转来体检，即马是真烦恼讲，若是有其他人互控告爱隔离哦，港口的调度会出问题。也毋过航港局是表示，目前并无影响。货船对西亚湾迄边慢慢驶入来高雄港，即寡要入港的货船拢爱有引水人上船引导。但高市府6号证实有一个引水人确诊，引起海运界的烦恼。因为若有其他引水人确诊，也是隔离，恐惊会无够人，影响调度，甚至高雄港的运作。其他引水员再被匡列的话呢，那引水员可能就人数就会减少，可以工作的人数就减少。那你减少量再大一点的话呢，几乎就高雄港就会可能就会变得很慢啊，或者是甚至停摆都可能。高雄目前有37个现职的引水人，甲7个建设的引水人。7号透早高雄港维持运作，陆续有商船、渔船入港。市府这2天嘛将引水人叫转来体检，为着确保安全，连负责载引水人的交通船人员嘛去体检。你即摆迄个车船了，阮遮拢做者拢去筛检。你有筛检了？拢了。会惊咧。系啊。除了引水人，高雄港7号开始设几的体检站，要求港区甲造船厂的相关人员爱伫2天内来做体检，无体检的人袂使入去港区。就希望开工了后，高雄港群聚袂得扩大。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今仔桃园市嘛，针对立会温需要14天居家隔离的员工，各有亲人做第2届的采检哦，明仔载会有结果。另外，阿旭公司的团部人嘛已经核登好了，今仔是会搁做最后1届的采检。年后上班第1天，晚上住无工区阿旭电脑做测员工做最后 PCR 清零采检。另外，第一入行防疫管制方面，无做测换证的人，要提供单日或者是3天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入来。这措施会维持2礼拜到1个月。像亚旭员工有将近50%的派遣人员流动率很高，那么必须要针对每日的实际工作人员以及交通车的这个使用的人员，都要有实名制的清册。
市长郑文灿伫防疫会议会后记者会表示，万雄竹务港区是一个管制型园区，也是机场特区。入园管制爱落实实名实联制防疫规范，甲做到人员拢爱有阴性证明，阿确才能复工，也针对日疫物流上新的采验进行做说明。昨天针对这个次风险区域的员工，那么居住在桃园的有790位，那么全数采检完毕。那结果都是阴性。那居住在外县市的员工也会在今天追踪完成。疫情物流测试局针对国家计24天员工甲家属267人预采，郑文灿希望群组感染应伫真济摆采检，甲多站处考虑之下慢慢改善，也讲到疫情应控制。除了爱做第三期提升保护力以外，企业要用正常营运，爱做好更较侪防疫规划。除了分仓分流以外，定期采检也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受吓转好咯，也毋过有医师是表示讲，因为 Omicron 真到社会，社区要完全清零是真困难咯。几年后可能会阁有疫情继续逼，所以鼓励企业会当定期帮员工做快筛。有医师嘛认为讲，国际疫情转好，佮加上咱国内第2档的疫苗注射率嘛已经有8成以上咯。今年的6月，边境应该有机会淡薄解除封锁，和商务人士来台湾。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伫几个所在爆发，其中过去汤圆物流业者、日业公司、甲高雄港等疫情炭烧几啊天，对社区游玩充满威胁。对此，有感染科医师表示，虽然指挥中心已经针对确诊个案进行疫苗库列等防疫措施，不过Omicron传播力强，社区真歹清零。过了春节过了后，恐惊也有真侪唔知影疫情爆发。社区要清零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是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那大家要做的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啦。比如说医院的话，就是要保护医院不要被院内感染。新光病院副院长王主任认为，国内也阁有300万囡仔、200万大人，连一支疫苗拢无做，拢属于重症高危险群。若讲国际疫情转好，加上国内第2期疫苗注射率达到8成以上，今年6月才有机会边境未开放商务人士来台。另外，要完全免除入境隔离，恐惊都要等到今年底。一开始一定是先开放专案的商务人员的，能够进到我们台湾来。那接下来才是商务人士跟学生可以入境，那接下来才是团体的旅游跟个人旅游，逐步的这个所谓的针对边境的对象的解封。专家建议，因为Omicron特性，边境未开放第一步，会当考虑将入境检疫天数缩短，像即马14天缩短到10天，同时也鼓励企业定期快筛，对量早掠取确诊个案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初七是开工的头一天，台北市对今仔开始连续3天要来帮老师和学生啊注疫苗，嘛开放高端疫苗会当伫台北市3个地点随来随注。若是疫情稳定，台北市嘛会考虑讲伫2月底会当淡薄仔解除封锁。新北市嘛讲会看疫情的发展来当作判断，敢会当来淡薄仔解除封锁的条件。开工第1天，台北市政府伫怀生国中开注射站。赶伫10月开学进前，为老师对家注第3期，甲学生的第2期，按算3天内完成注册，应注3212人。或是第3波了，第3波大概就所有还没接种的，我们都这个请他们到这个怀生国中来接种。那第2个部分是我们的小学老师跟幼儿园的老师，所以今天在怀生国中。我们将近有2000位的师生在这里接种。过年期间，罗南上班为防止疫情扩开，台北市各校拢伫开学进前做好防疫准备。学生第2期注射率会达到8-9成。台北市府也阁提供对家的高端疫苗，总共6778名额。初七到11开放3个现场挂号，随到随注。台北市规划开工了后，若疫情稳定，考虑伫1月底未解封。新北市也密切观察开工了后疫情发展作为未解封的条件。未解封的方面，起码要看到我们入境的整个个案跟全球的个案数，大概是呈现什么一个状况。
再加上我们境内的管控有没有扩大，再涉及感染有没有增加的趋势，以及我们的疫苗覆盖率。侯友宜强调，11开下这一礼拜是重要的观察期，是防疫上的重要挑战，也鼓励市民赶紧做疫苗，斗阵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社群平台直播嘛，正做是未到的管道。警方发现讲有一寡直播影片写讲是音乐课开课，其实这是毒贩的暗号哦。直播下面开讲的所在，就有一寡毒品买卖的信息。直播结束了后，影片就随消失，互警方无法度通查。穿乌衫的查甫人，互人压坐伫涂骹，带来一大箱内底装到满满的毒品甲背包。原来这个嫌犯是利用社群平台推特来卖毒品。即马卖毒的管道是愈来愈多，也因社群软体抖音，即马也有人在卖毒品。直播时间结束之后啊，这个类的录影，除非他上传，不然没有保留的。那对于我们警方在侦办上会遇到一些阻碍跟瓶颈。直播画面卖犯配合电影歌曲。影片内容一看真歹发现无正常，暗过就甲开讲时出现介绍公道新品上市顶对话，而且有的还佫加注特殊的符号，其实暗藏玄机。警方表示，这拢是毒品买卖关键暗号。贩售咖啡包，他可能就会说他在贩售饮料啊、饮品啊，或是衣服、鞋子啊。那例如像贩售安非他命的话，因为它的外形啊，他可能会贩售糖果、冰糖这样子的暗语。卖毒暗号、音乐课，只要一输入抖音到相关的影片，还佫表示卖地点加上关键字营开课顶，就表示咧营业。根据无共款的毒品，也无共款的代号。面对新形态犯罪，警方也强化科技查缉，要阻断毒品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甲花莲隔界的无名山，初二有一个查甫人不幸落落去山骹过往，另外一个做伙爬山的查某人嘛伫山顶的等待救援。台中市消防局甲空勤总队出动搜索，甲遗体送落山，这个查某人是平安无事。搜救队员伫咧山区全力搜索，2名登山客1号小招来爬台中甲花莲交界的无名山，其中5姓男子伫咧经过无名山坎附近的时阵，无顺利坠落死亡，李姓女山友赶紧来报案。结果民众报案，有2名登山客于无名断崖处附近发生坠落。那男性登山客疑似欧卡，女性登山客回报状况为低体温。体力透支。台中市消防局2号暗时10点左右接到报案，马上入山展开救援。2天了后，雪霸国家公园2名志工为远多智山赶到无名池营地，协助女性登山客入山。5号6名搜救队员是找到5姓男子的遗体，马上请求空勤来支援。分队这边已经有向那个空勤申请直升机了请尽快消息。因为遗体伫咧边坡下骹，搜救人员必须要将遗体捡起来到山顶，才会当请空勤执行吊挂。过程当中，因为地形真狭，加上涂骹结冰，队员是吃真侪苦。因为这个落差非常大，那也使用了许多绳索。那途中因为石头上的薄冰，那我们也许多队员都有滑落摔伤的情况。了后，先有1名搜救人员陪同遗体入场。5号下晡，直升机降落当时和平公园，消防局也呼吁，连续几日天山区落雨，路是真骨又搁歹行，游客登山进前装备爱齐全，谨慎评估。记者台中报道。因为国际原物料大起，行政院提出6大措施，包括进口的番麦、黄豆、甲麦啊免去营业税，望讲会当来减轻业者的负担哦，稳定民生物价。配合货物税调降，中油大速折怀汽油佮柴油的介绍，今仔嘛拢落价。物价拢总起，消费者上有感觉。因应国际原物料起真济，行政初六宣布，为今仔日开始到4月底为止，有6大措施稳定民生物价，包含免停进口番麦、黄豆、进口小麦营业税。6大行物件用的牛奶粉进口关税减半，汽油货物税会降低，天然气民生用户通增加税介绍，望无要起，甲原本去年协定红头货物税减半，小麦关税降为免税，牛
把关税减半，拢会斗阵延续到4月底为止。中油为配合废物税降价，原本宣布初期无必调整价销，临时宣布，今日透早饭店开始，汽油每公升降扣1，柴油每公升降5角。大数就话，初六半暝啊是国际配合废物税调降政策，汽油是降扣1，柴油降5角。除了油价以外，最近食材成本也一直起价，和各项民生甲外食费也起真济。行政希望六大措施应协助减轻畜牧业者伫饲料成本、甲民生餐饮业者伫营运上的负担，避免物价波动影响国内民生经济。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开始，北部就买无卵，今仔早起来湖区农会，但要买鸡卵的民众排队是排甲落长哦。有民众讲哦，卵真正是真歹买，也毋过一寡早顿店并无欠卵。农委会是讲哦，目前咱国内卵开始无啥够，嘛已经按算要对其他国家来进口鸡卵咯。农会外口排队排真长，为门口一路排到人行道顶头，有几60公尺。放完年假了后，一开市，内湖区农会人气真旺。礼拜一固定卖鸡卵，即个近800外箱，附近民众拢赶紧来排队。有的人纯粹是介意食农会卖的卵，嘛有人是其他的所在买袂到。鸡卵是足歹买的，晓？较少啦。哦，所以。都即阵我听讲较少。下早有排足久的无？有啊。过年从宜兰回来，全年啊，干妈店都没有干。会不会担心买不到？不会，其实已经很多。哦。农会卖红壳的卵，一台斤小卖价小大约60外块。年前发欠卵的是较平价的白壳卵。实际拜访附近3间早顿店，货架顶头阁有数量充足的鸡卵。早顿店表示并无欠卵。你们现在有缺蛋吗？还好，现在还好。都有事先准备好的。对。目前鸡卵产地介绍油源控制伫6台斤34块半。农委会承认，年后虽然鸡卵需求小可减少，但目前油源是无够。相对的比较吃紧，那因为那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大，那产蛋的一个情形那还是比较严峻。那不过因为节后一般来讲，鸡蛋的需求都比较等于是比较淡一点。当时要来进口鸡卵化解供应的压力咧，农委会表示，目前已经咧规划为附近的国家紧急进口鸡卵。记者们夏基文台北报道。台东的往来食客因为去年中国现在暂停进口哦，本地外销15000吨，拢爱转做内销。伫过年前是卖了袂歹，也毋过有一批大约5-6千吨，会伫过年后来采收。团讲拍卖计数已经落到1公斤无够50块，互农民是真无奈。除了过年期间，台东县政府协助160花卉往来客家农民申请路权，互农民伫公园附近的大路上开货车就近卖客家，也毋过其实效果真有限。即马年过完啊，部分农民调节往来客家产期，准备采收，保守估计也有6000吨的往来客家要采收。也毋过这个量袂当外销，爱转成内销，即马佫传出要送到北农拍卖，每公斤煞跋到50块以下。比过年前较低，农民卖互中盘的计数也只存30块左右，也有的中盘商无想要搁收往来客家，农民真无奈。也是爱甲价去啦，啊无要安怎？即马计数安怎？20、30。台东县农业处证实，目前要送到北农拍卖市场的往来客家数量真多，可能会影响计数。县府当咧甲中央研究安怎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后续到底是应该要由我们国内的这一个国营企业，或是说一些团膳的这一个方面，是不是可以来协助我们农民朋友，来把这个凤梨世家做消化？当年外销中国15000吨的往来客家，中国暂停进口，农委会一时也无法度找到更较侪国家来买。即马内销的数量甲计数阁无想的遐好。虽然今年农粮署特别精力往来客家转做补助，也毋过大部分农民也伫咧观望未来外销的可能性，无打算转种其他的农作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台湾股市休困11天，因为美国股票反弹，道琼指数起将近800点，所以今仔台股一开盘就起，最后收盘嘛起超过225点，收伫17900点。
受到疫情影响，这2年来农历年后开工，台股开盘的这个跳家馆的仪式取消。不而过，虎年台股伊气势正旺，初七就开红盘。春节休假期间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是涨多于跌早盘的时候是直接跳空往上涨电子金融都出现反弹。连大美股，台股出现波动的行情，以17750点开出。盘中上关度来到这个17869点，起外面200点。尽管分析师预测讲，伫个电子金融领重，这礼拜的指数往望会当回到18000点的大关。不而过交易量还阁无够，这是有较欠点。台股今年是坐头的局势，变数真大。今天的一个预估量呢，是大概只有3000亿左右，量能的回升速度还是不够快也显见就是说，其实市场对于这个今年呢充满变数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观望的一个气氛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台股嘛来反映咱国内经济基本面，人力资源的业者来看好今年的就业市场，认为讲疫情冲击的算长一定有较冷咯。初步来调查，差不多有7%的企业有加薪的计划，平均加薪的幅度是伫个4.5%。调薪持呈现2样情，就外销导向的科技业、制造业或金融业，以及一些上市柜的龙头厂商，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调薪被调薪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人力资源业来看望今年的就业市场，因为讲今年的景气会当来回缩，不而过观光旅游业也是这个疫情的重灾区，因的这个市景无好。电子业、金融甲航运业，因的这个薪资待遇个较好，就算讲这个景气已经有较回，恐惊嘛毋是所有的行业拢有当来受到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你欢迎新的会期今仔开始报道，也毋过传出讲政府按算讲伫最近要透过行政命令来宣布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是强调讲，会尊重行政团队的决定。立法院长游锡堃嘛表示，若是有合标准，立法院就应该爱支持。也毋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早起去立法院参加团拜，伊是表示绝对袂接受虚载食品，嘛无任何协商的空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会期的第一天，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带领党团干部拜年，宣布报道都是开工，话声新任干部会当真勇战。也毋过传出政府可能伫最近将透过行政命令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引起讨论。对此，郭建民强调尊重行政团队的决定。我的答案永远都是一样，要尊重总统府以及经贸团队的决定。总招没有资格问，也不会去问。民进党团内部无针对核实进行讨论，再次表示会以科学依据。大致注意的就是立法院长游锡堃头一摆表态，指出立法院徛伫监督立场，若讲检验符合标准，立法院应该爱支持。福岛食品最主要，它有国际标准，那也会有科学的这个论据。再来，当然我们的民意也非常重要。这3个条件都没有问题。那当然，立法院应该要支持。新年快乐！谢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再去到党团大会团拜，营造团结的氛围，也表示绝对无接受核载食品。那也立委也批评，讲政府对日本真两卡，那开放核实，不排除抵制出席修宪讨论。核载食品是我们全民不能接受的。779万公民的投票结果，不是一个政府可以践踏、可以去撕毁的。不要再重蹈过去来租的覆辙哈，一定要妥善的跟人民、跟我们的民意代表，还有跟我们的社会去做沟通。民众党表示，新会期除了继续关注核实，儿童教育法也是推动重点。另外，一直有争议的地质发修法。时代力量认为应该优先讨论行政区甲财政划分。立法院新会期地质法修宪一定加做朝野共同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为着武汉肺炎，也毋过是无介严重，目前的隔离，因为伊伫10天前举办就职典礼，咱国副总统赖清德有带团参加，2个人嘛有接触。
总统蔡文今仔早起是表示，副总统赖清德快筛结果是阴性，健康的状况无问题。这回出访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古拉斯嘛强调讲，所有人全程拢有挂2层的喙罨，目前拢正健康。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顶个月底举行就职典礼，美国副总统胡锦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拢有出席。赖清德也甲卡斯楚握手会面。不过卡斯楚初了表示，经过体检确诊新冠肺炎，目前症状是真轻，在隔离当中。另外，台湾的访问团的情形如何呢？总统府表示，赖清德初期早起上新的快筛结果是阴性，健康状况良好。那依照规定需要快筛的时间，快筛也都是阴性的，所以我目前其实是很好的。那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洪都拉斯的时候，其实外出都戴2层口罩，而且内层是 N95， 个人也没有听见有任何的团员或是随员有身体的异常。那我也主动的关切副总统，那他也一切正常健康。随团出访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也强调，全程拢保持高规格风险。特使团所有人员访问甲等来台湾进行检测拢是阴性，检疫隔离期间2摆抗原快筛也拢是阴性。全团人员也会在结束的隔离前一天再次进行 PCR 的采检。外交部会持续的来密切注意全团人员的健康状况。即马卡斯楚确诊总统蔡英文已经请外交部长吴钊燮甲驻韩国大使线顶关心甲慰问。初三同款伫韩国有甲赖清德会面的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也确诊，总统府同款祝福其早日康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加拿大卡车司机伫首都渥太华针对政府实施跨境疫苗的强制令发起示威抗议，已经10天了。顶礼拜的拜六、礼拜示威的活动嘛对首都，阁有到一寡主要的都市拢有。政府当局伫初六嘛宣布讲要进入紧急状态。也毋过，美国前总统川普甲特拉斯的执行长马斯克拢公开表示支持司机的抗议行动。有真侪卡车咧饲喇叭，佮踢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真侪主要道路。卡车司机含示威民众手提各种标语，甲这个加拿大国旗咧示威，因是咧抗议当局实施下境疫苗强制令。示威来到第2礼拜，前原本的卡车司机，即摆嘛有真侪民众来加入。It goes against freedom of speech in Canada. You can't do that because what it does, it has some people that listen to those insults and to that intimidation that they are doing to the unvaccinated. 示威民众来到国会山庄的外口咧抗议，现场虽然讲这个气温有比前1礼拜较轻松，不过因为首都的街仔路已经互占有1礼拜遐久，引起居民真不满。当局嘛伫初6来宣布讲进入这个紧急状况，强调这示威活动对居民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险甲威胁。民众骑马，佮摕加拿大国旗咧赢。魁北克、多伦多有真侪主要大城市，嘛有真侪民众上街来咧响应示威。加拿大政府进前来取消卡车司机注疫苗的豁免权，规定讲从1月15开始，若是无注疫苗的证明的这个外国籍的这个司机，就袂当入境。加拿大籍的司机虽然讲会当来回国，不过会要求隔离14天。抗议活动的这个主办单位强调讲，大部分的司机已经有注疫苗，所以讲这唔是反疫苗，是坚持讲大家人拢有选择的自由。We are born in Canada, that is a liberal country. We are not in China. We are not in Cuba. This is a free country.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前美国总统川普和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拢来公开支持这项行动。不过，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咧进前来替强制令辩护，讲几个月前就预告这个疫苗要来启动，美国政府嘛打算要伫22实施同款的措施。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伫初5因为大风大雨造成严重的灾情，国外媒体是指出，至少有10人不幸过往，有48000个人有路无厝。风台巴兹莱伫初5暗时登陆马达加斯加的东岸，因为风非常的大一寡厝有基本的设备拢荒废掉。
海岸是有15公尺悬的涌，一寡所在嘛淹水，造成海上、陆上的交通拢暂停，有15万人需要撤离。今年的10月底，马达加斯加嘛因为风台，造成55个人死亡，13万人有路无厝。联合国甲国际救援组织已经准备要甲救援的物资送到灾区了。再来看奥地利，伫顶礼拜六、有礼拜哦，嘛落大雪。西部山区连续3天发生100外件的崩雪，嘛造成9个人不幸过往。当地政府嘛警告讲，最近是阁有崩雪风险，但步仔顶动着爱特别注意哦。想要去出雪民众，着爱斟酌来评估。雨雪砍掉的山脉是真侪欧洲人心目中的出雪圣地，拄啊好是出雪大过，未少游客到奥地利西部山区享受出雪乐趣。不过，根据爱尔兰广播电视报道，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当地最近3天来发生连续100外件的崩雪。过去24点钟来，至少造成9个人死亡。Es ist ein sehr trauriger Tag für Spiez. Ich als Bürgermeister und die ganze Gemeinde Spiez ist zutiefst betroffen und natürlich auch. 当地积雪真高，再加上气温升高，予崩雪风险也对咧增加。施皮斯镇附近的崩雪，造成当地一个爬山的带路人和4个瑞典游客死亡，敢若1个人幸运去互直升机救起来。Ja, es ist so, dass die Hubschrauber ganze Tag oder ganze Nachmittag sogar hin und her geflogen mit die ganze Bergrettung und alles. Aber ja, es ist so traurig, dass sowas passiert. 因为奥地利顶个拜六礼拜落大雪，气象单位早就已经呼吁民众提悬警觉，不过也是发生危险。Es gab die ganze Woche schon Warnungen von den Lawinenwarndienst und die sollte man schon viel mehr beachten, weil die sind richtige Fachleute. 奥地利当局警告，未少人会受到阿尔卑斯山脉美丽风景吸引来遮，不过最近也是有崩雪风险，就算是小可震动，也有可能发生崩雪。特别上山出雪，千万要斟酌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摩洛哥有一个5岁查甫囡仔哦，无注意落去32公尺深的井，抢救5天，最后嘛是无救回来。搜救单位是表示，因为惊土石会放弃，所以救援的速度无法度加紧。最后虽然人有救出，也毋过这查甫囡仔已经不幸过往了。就算宗教最初伫雷恩落入去32公尺深井的时阵，就表示不一定救会转来，互雷恩的爸母爱有心理准备。不过抢救雷恩失败的歹消息传来，又然互人真心痛。经过5天的搜救行动，找到雷恩的遗体。摩洛哥王室内阁宣布已经死亡。国王穆罕默德6世、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拢表示哀悼。雷恩是伫七下晡落入去伊格兰村庄一个深井内底，这个期间搜救队亲自井内的摄影画面显示，雷恩受伤，不过依然有动静。搜救人员想要将送水甲水送入井内，不过无办法确定伊是毋是使用。5下晡，搜救队伫靠近雷恩受困的位置附近，用真侪大怪手翻向挖出一条墓坑。最初人员为避免土石送去地上雷恩，甘能用手挖，所以进度是真慢。احنا كامل تاسفنا ما كناش عندنا حر الحمد لله。雷恩的爸爸讲，雷恩落入去深井的时阵，伊拄咧修理物件，一开始也无发现。这事件引起全球关心，除了救援直播吸引数万人在注意，附近的厝边也拢一直咧探听消息，气氛是真沉重。日子一直过去，大家愈来愈安静。不幸的代志也是发生。雷恩的亲人还未宣布葬礼什么时阵会举办，不过根据穆斯林的传统，爱愈紧愈好。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过来消息，咱来看2月11，就是这礼拜5，高中小跟高中就要开学咯。也毋过华人因为4月份要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所以提早伫今仔开学，4月份才会来停课补假。排册包也个真爱困的花莲县高中国中小学生早起7点就被爸母送去学校，同学拢在讨论为什么爱提早时间开学，真欣赏其他县市学生要咧休寒。是不是觉得要来学校很困难？很难呢。怎么说？就中午没有上课，感觉难过啊。不过大部分的家长拢真欢喜，因为提早开学，会让大人较轻松。不过有家长烦恼了后补假，囡仔伫厝无人照顾。其实每天陪小孩，虽然很高兴，但是陪久了也是有一些压力。家里面的长辈要帮忙这样子啊，对啊，就是可能要酌量请假这样子啊。
官府教育处表示，今年全中分会伫4月16到1日伫花莲举行，到时阵除了电竞场、网球场这原力场馆以外，还佫用到国校的场地，所以调整上课时间，方便比赛。这4天假会佫保护学生。4月份的18到21号办理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时间，就会让学生进行停止课务。不过，教育处也强调，虽然全中分举办期间国校会补假，不过无排除安排相关赛事观摩甲交流，到时阵后变动会佫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有民众去云林的博仔寮渔港钓鱼，不过海巡人员是表示，渔港法内底是禁止伫渔港钓鱼，后来嘛引起真侪讨论哦。最近相关的单位开会决定讲，将对3条轮渔港，佮有博仔寮渔港，会开放一寡固定会当钓鱼的区域，不过禁止使用渔网仔，违反规定上侪是会当罚15万。来到云林博仔寮渔港，有真侪民众拢会伫遮钓鱼。不过，伫去年底有民众伫遮钓鱼的时阵，却去互海巡人员依照渔业法禁止伫渔港内面掠鱼来甲因扣款离开。经过云林县政府邀请相关单位来研究，就要发公文公告讲，3条轮渔港甲博仔寮渔港开放区域，互民众钓鱼。不过强调禁止使用网仔伫遮掠鱼啊，或者是破坏公用设施。公告的部分就是这个区域就尽量是不会影响到渔船进出的一个，或是渔民作业的一个航道啊。跟作业的一个区域，然后是呼吁说，如果民众在钓鱼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果没有在那个指定区域的部分做钓鱼，或依违反渔港法去裁罚3万到15万不等的一个罚款。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3条轮渔港开放民众是伫咧北地、南地部分区域钓鱼。另外，博仔寮渔港是开放交通准回码头区域。不过，有民众反映讲，这开放的区域伤过细，而且有积水的问题，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搁再研究看卖。看到那个区域性给钓客钓没有错，可是那个区域实在是太小了，而且他们积沙很严重，根本就没办法钓。麻烦云林县政府听一下我们的心声。麻烦你们再做个方案，看能不能说不要封港之类的。农业处表示，指定区域开放予民众钓鱼，是要避免着影响渔民作业。目前除了开放2个伫咧渔港区内面的钓鱼区域以外，另外伫大溪渔港附近的大溪4号水门、金湖渔港边啊有设一个优先钓鱼平台，最近完工了后，就当开放予民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关电国小，长久以来拢正拍拼推动食农教育。学校内底是有2座的药，会当甲学校种的人家修成了后，剩的人家卡烧做人家炭，是来完全发挥人家的价值。台南关电是全国上大的林角产区，当年敢若要稀释的林角壳就超过500栋。全呢关电国小推动食农教育，让学生家己贴药，甲资本无要滴的林角壳，佮烧做林角炭，望搁再发挥乌金的价值。我们过往都会将那个菱角壳运用在我们的泥土之上，可是呢缺少了一个窑化的一个工具。那今天在老师和学生的一起合作之下，将菱角壳烧化、烧炭成菱壳炭，所有的小朋友呢都啧啧称奇感到非常的新奇。那么过去关电国小在食农教育部分，跟小世报还有麻豆大地艺术季做了很多的合作。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未来深度的走读呢，在10月开展的这个麻豆大地艺术季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深入的合作。新加土拿瓜水捏土做药，下底爱先留白空，才会当甲菱角壳放入去点火，等下这白空烧甲出火青，再个烘炉等烧8点钟，安尼菱角炭就算讲完成啊。基本上我们会从那个做窑的时候先画它的规格出来。像菱壳炭的话，我们基本上它比较薄，在竹壁20公分以后就开始收尾最后会把菱壳炭放进去。那其实做炭的目的，真正就是说，因为它本身真正做到碳化，所以可以做那个釉料，还有染料。学校结合在地产业，和学生家动手烧菱角炭，唔解决后来农业废弃物的问题，减碳，佮减通了解环境教育甲永续发展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的南开科技大学有学生叫李文如，伊用电脑软体来设计纸胎用传统的漆艺来开发花干等等的产品。因为真实用佮真有创意，嘛得到科技部研究创作奖的肯定。咱做回来看卖。利用电脑软体设计款式，佮用纸来凹做模型，最后结合漆艺，制作花干等等的容器。
这些拢是南开科大文化创意和设计系的老师，带学生李文如所设计出来的产品。因为在传统的纸胎的话，它是比较属于打成纸浆，然后塑形，就是有点像捏陶土那样。那像这样直接用纸，就是直接完整的一张纸下去凹成形状的会比较少。如果我们今天希望学生今天做出来的东西，它是可以贩售的，是真的可行的，所有成本它都可以掌控，所以它的售价它可以掌控。好，那我这样的教学，我认为才是有效的。李文如在大学2年啊，就申请到科技部的研究计划，透过专长和老师的指导，将纸胎结合设计研发出产品。这项计划也得到科技部大专学生研究计划创作奖。纸张上的这样的一种3D 用漆器在做结合里面，那却获得了我们评审的这些委员他们的一个青睐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环保，在文创里面来讲有它的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为了让产品的结构更较稳，李文如也利用包装可爱概念，提升产品的实用性。未来也按算制作更较大型的盆栽，希望让作品更加多元和丰富。记者综合报道。做运动无教练的指导是要安怎知影讲姿势敢有正确呢？咱来看工研院开发一项新的技术，利用人工智慧，就亲像教练陪伫身躯边哦，会当马上来分析运动的姿势是正确还是无正确。若说是做无正确，就当来提醒爱安怎来做调整。专心拍五路虎。毋过，煞毋知影家己的姿势到底有正确无？即摆透过工研院 AI 智慧，会使记录分析拍球的姿势，而且佫会使第一时间提醒使用者安怎调整。那我可以透过那个手机的 App 来侦测我今天的练习动作表现得怎么样。那我也可以自己去观看，或者是把这样子的记录呢传给教练来帮我调整，说什么地方可以再做修改。做个人化的这种客制的一个分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挥杆的这种姿态，它可以给出一些个人化的建议，比如说你挥杆的轨迹，我们都可以掌握，并且回放给你去做观察，提升你的训练能力。另外，还有这套智慧棒球训练系统，利用 MR 技术，看目镜透过360度虚拟画面，结合姿势录影，提供拍棒球姿势调整资讯。其实几个工程师本身就是蛮喜欢打棒球，然后平常也都会去一些练习场，自己本身就可以开发一些影像的技术，然后才想说透过这个技术呢来拍摄，然后来感测我们的姿态，让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打击姿势这样子。愈来愈侪科技应用在运动产业顶端，原本单纯的运动加添趣味，台湾运动产业嘛慢慢进入虚实结合的新未来。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来看1931年嘉义农林的野球队伫日本的甲子园讲出好成绩，嘛，让野球运动伫台湾变甲真实行。嘉义市立博物馆最近就办一个展览来小解过去的迄段历史，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一张一张嘉农棒球队的相片甲资料，完整小解迄当阵的背景甲成员。嘉义市立博物馆即站当日举办嘉农棒球特展，希望民众了解嘉义棒球发展的历史。就是因为之前有看过《卡农》这部电影，然后就是再来看，虽然没有在打棒球啊，可是在看完以后会就是回到那时候的那种热血的感觉。就看那个文字吧，就是可以比看电影更了解那个棒球的历史这样。1931年，嘉农棒球队伫日本甲子园摕到准优胜成绩，嘛替台湾的棒球发展开创新的历史。嘉义市立博物馆甲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合作，要让民众了解当初嘉农棒球队努力的精神。那这样的精神，我觉得一直是我们嘉义其实很重要的城市精神。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扩张到整个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台湾精神的一个很具体的缩影。这个展览有5个主题。内底真侪文物甲资料，小解嘉农球员为学生时代到影响台湾棒球的历史，希望民众透过这个展览，了解日本时代到打台湾棒球发展的过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看云林北港有一间霸档的金纸店，对日本大正时代就开始经营。伊上大的特色就是到打还有手工在做金纸。店里有一块切金纸的店嘛已经有霸档的历史了，是非常的特别。咱做伙来看卖。
看头家娘骹手马俩伫大埔金纸顶悬当因仔，这是云林北港的一间100年金纸店。自日本时代营业到今，已经传到第4代啊。头家真有自信，讲因兜坚持卖台湾制造的手工金纸，毋若寸笑无求水，金纸顶悬的金宝也保证袂褪色。我们是做台湾金纸，当然进口也有卖，阮则坚持用台湾的迄个纸，阮是拢无求水的，没有缩小的，所以照以前阮来做传承落来的时阵。迄个寸球到这个这阵，进口的这个金子，它的锡箔是用回收的锡箔，就是讲泡粉的，敢若油漆安尼擦起的。那当然，阮的锡箔是用机器，虽然是用机器落去冻的，但是阮的箔啊是袂褪色的。金纸店内底阁有一块切金纸的店，同款有100年的历史，七老店珍贵的文物。那个店是我们公公的宝贝，它已经100多年了。就阮那做的手到今嘛，它就是在切纸用的，就是一个腿很大的一个腿，然后一个切刀，这样子。对啊，那木头是那个油啊球雷者哎。纸张做出来裁切之后，贴锡箔之后，到我们这种加工厂，我们把它裁成我们需要的尺寸，然后送出去给人家分等份啊，或是说分。说是白球、塑球链、白色啊，回来之后我们再盖上我们茂春的印章，像这个每一个它都有盖章嘛，就代表讲我这个物件是有经过手工加工过做过。古早时代金纸箔仔都爱一张一张搭起来，过程是踏踏滴滴，所以即马大部分拢用机器取代。不过店家依然坚持人工切纸、白金镀印，保留传统工艺的精神，这也显示咱台湾宗教的文化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宗教活动是非常的多，市内有25间的庙寺，即马是有提供外语翻译导览的服务。外国人来到庙寺讲英语、讲日文嘛拢会通，有人会当来了解咱台湾真特殊的宫庙文化。讲到宗教文化，凡是你会想到市内徛真侪间寺庙的台南。毋过来台南的外国游客也特别多，时常对拜拜流程三宝章。台南市民政局伫最近几年就推出英语友善寺庙的计划，协助寺庙甲签诗、拜拜流程等等翻做外语。今年又搁增加2间，目前市内就有25间的宫庙得到英语友善标准，拢有英语的小解会使参考。今年就是有白河区的火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北区的玉皇玉圣宫，他们这2间他们都是有做寺庙的签诗。火山碧云寺他们还有请我们帮他们翻译那观光导览的那个折页。亲像北区的玉皇玉圣宫，除了有英语和日语的导览，还有拜拜过程的解说，因搁甲签诗翻做英文甲日文。因为因是道教的宫庙，所以要翻译敬拜、点灯等等的流程。我们庙刚好就位处于花园夜市附近，来访的这个国外的这些信众呢，其实也蛮多的，也可以让推展一下我们府城的一些这个宗教的信仰的这个文化，建制了所谓的中英文、日文的这个导览，还有这个中英文、日文的这个签诗，还有相关这个。针对所谓的我们庙里的这些中英文的简介呢，还有一些如何参拜道教的一些参拜的一些礼仪流程。申请英语友善标准的寺庙，年年都有在增加。台南的宗教文化也有进一步的推展，正做更加适合阿大旅游的好城市。记者综合报道。特东的寒人挖进北极圈，纬度较悬的都市，看到极光的几率就真悬。伫洛西港还有专门的了解极光的协会，大家做伙来研究讲，会当看到极光的条件，找出极光可能出现的时间甲地点不互有兴趣的民众来知影。夜空当中一直闪示闪现的青光，就是极光。每年冬天，挖近北极圈的高纬度都市，若天气条件好，就用目睭看到。公路团队也互人对神秘无幻的极光有浪漫的想法。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甚至有人自发性组成协会，专门追寻极光。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ложный процесс физ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уются они на нашей планет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ильное магнитное поле земное. И когда солнечный ветер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аких-то событий на Солнце, таких как корональные дыры, вспышки, выбросы солнечной массы. Когда этот ветер достигает нашей магнитосферы, заряженные частицы в ней начинают светиться. 佢讲是太阳风架，极区顶悬大气层的粒子相动，释放能量，产生发光现象。常常伫太阳风遮活泼无光害夜空，然后天气正好情形下都能看到。当然有时阵爱看运气。Тот день в Ленобласти очень яркое сияние. Я тогда бегал вокруг автобуса и просто орал, потому что впервые в жизни увидел глазами динамику разноцветную. 有协会成员加入真侪年了后，才真正看到极光爆发。即马春天到位，北极光较无法度用目睭去看到。协会成员把握最后的欣赏的机会。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来看非洲国家加纳是世界上唯一个保存巫术集中营的国家，有5座的集中营，内底关闭300个防指控用巫术的红鱼。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是真歹，有非政府组织世界走藏要来抢救一群人。因互人叫做女巫，有100多人被关伫咧这座加纳北部的集中营内面，这毋是伫咧搬电影。这群查某人和社会放杀，出来人甲因断绝往来。这个呢，因为因被指控使用巫术，日子过袂落去啊，只好住伫咧遮。有4年半年前被送来营区，进前受一群查某人走来引导，指控伊用巫术害死厝边。I heard a crowd gather in front of my house. A man started saying, "A woman died and it's your fault. You killed her. We're going to kill you." I said to him, "But how could I have done it? I don't even know her." 若无想要死，只好答应带入去这座女巫集中营。I never thought this could happen to me, that one day I'd be accused of witchcraft and sent here. I don't even believe in witchcraft. 指控人是女巫的过程无经过审判，将村长讲一声，一寡查某人才会搬来集中营，有一寡人也怪把囡仔做阵带来，而且无法律会当禁止这项行为。有2个非政府组织用法律诉讼的方式要救济。工作人员马斯塔法讲，伊做囡仔时阵就是住伫咧女巫集中营。My mother was accused of being a witch. So when I came here and grown up, I realized that my mother was innocent. So almost every woman who is brought here is equally in the same shoes with my mother. So my mother is even normal. But I feel it for women who are accused of. 被指控使用巫术的差不多拢是女性。你若讨厌一个查某人，讲伊是女巫，使用巫术，伊就被关来这座集中营内面。Tidak bamba na kung kwa bata na bungkul maltan sa kabato ng biro tam kam to bebe. Ang labato na masa treza, yun man bambe yung. Kala kawa junya bazantiya. 这那是官方记录上全世界唯一一个女巫集中营的国家，有3%的加纳人相信巫术的信仰。2014年，政府想要改废除，不过因为当地人会惊反对，伫即马全国还有5座女巫集中营，关差不多300多位女性，因想要杜绝，无啥希望。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气候变迁造成地球温度越悬哦，极端气候嘛威胁着粮食的生产。英国有科学家拍拼的发展基因编辑的技术，互麦啊会当伫高温甲极端气候来维持产量，也毋过嘛引起违反生物伦理的争议。气候变迁造成人类的粮食无够，真侪电影也搬过这种内容。伫咧地球暖化、气候变迁所带来极端天气，也正威胁着人类粮食的来源。全世界有25亿个人口，主要粮食是小麦，不过小麦产量甲温度有关系，地球的温度变悬会影响伊的产量。Possible that by gene editing we can make tiny tweaks to that gene which will make it more resistant to those temperature changes, so it will maintain the yield even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会当适应较悬温度的小麦，抵抗虫害金蕉，敢未受到霉菌破坏头马豆。这个拢是科学家希望利用基因技术来开发的农作物。欧盟对农作物基因编辑有严格限制，不过英国伫咧脱欧了就无受限制。政府也批准进一步研究，所以政府有责任爱执行加监督，尤其是爱互民众知影这款食物是伫倒来，是用什么方法种的。Allow our scientists to really look at this technology and see where gene editing can benefit people.
无论是医学或者是生物，拢伫咧研究基因编辑，爱安怎做到顾到人类福利，也个兼顾道德的正义，是这么上重要的问题。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切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